咁當所有人都歌頌 AI， 台慶又揾 AI， 生仔揾 AI， 拍拖都揾 AI， 就嚟呼吸都要問下 AI 嘅時代呢。咁一個傳奇人物呢，最近復出呢，做一個小數，同大家講 AI 拒絕同 AI 咧做好朋友。咁今日就係講下咧著名讀書主創嘅新科幻劇《萬中選一》。咁劇集咧由一個咧嚟自外星嘅頻率開始，咁之後實驗室研究嗰時咧頻率影響咗一隻白老鼠，咁佢嘅一咬咧令到人與人之間咧開始以 kiss 咧去傳播病毒，仲蔓延到全球。咁呢個故事咧就圍繞一個咧冇感染嘅新患者，嚟自新墨西哥嘅 Carol。咁要了解呢個新世界咧，咁首先要了解咧俾人感染咗嘅佢哋有啲咩特性。咁被外星頻率感染嘅人咧就係一班真善美嘅人，佢哋唔殺生啦，就係食自然死亡同埋掉落嘅農作物同埋動物。咁佢哋係冇個人意識嘅，所有記憶咧都會 save 喺呢個電腦度。咁佢哋嘅行動同一切咧都根據呢個巨型嘅中央處理器。咁頻率咧為咗研究咧新患者存在啲咩抗體嗰陣時咧，會先以物質同埋情緒價值咧去討好佢哋。咁喺呢個大回收過程入邊咧 ，Carol 都痛失咗佢嘅同性伴侶啦，同埋佢嘅經理人。所以即使其他新患者咧都享受緊皇帝般嘅享受嗰陣時咧，佢就係希望翻到過去以前，所以就開始咗佢同頻率、他們嘅對抗之旅。咁 Carol 咧作為清醒嘅一份子咧，咁喺劇本理論咧普遍都以英雄之旅咧作為走向，展開拯救人類嘅最終目標嘅。咁但係導演梗係唔止於此啦，由絕命毒師到依套嘅世界觀咧不斷擴大，由毒梟之間嘅鬥爭轉為真假人嘅互相猜忌。咁雖然導演咧係冇講明係關於 AI 嘅命題，但係由每一個真人選角啦、步驟式嘅建立同埋分拆嘅記錄咧，就可以見到導演保留前作咧以人手構建一切嘅特色，咁相當值得細睇嘅。諗起佢自家品牌嘅 Apple TV 咧，近期釋出嘅 logo 咧都係手作唔係特效，聲效同埋轉動咧都係經過專業人士嘅處理，咁成為一個嶄新嘅藝術作嘅。咁睇得出咧 Apple TV 咧喺 Steam 定位咧開始強調咧人手打造嘅質感，咁對比翻 Netflix 現時粗製濫造嘅大財團式製作咧嚟得更用心，而更加值得觀眾注目嘅。咁喺人物嘅建立上咧 ，Carol 嘅反應同處理咧，都令到觀眾將目光咧回到頻率佢哋係咪比人類更加有效咁運用人類？咁方式咧梗係比 Thanos 咧直斬全球一半人口咧嚟得更加文明。但係如果人類咧淪為 AI 分配嘅系統一員，咁生存嘅意義又會係啲咩呢？當 AI 比人類咧更加懂得控制全球化嘅問題嗰陣時，咁人類究竟有咩條件值得生存呢？咁呢個大哉問咧都係期待劇集咧可以俾我哋一個警世嘅答案。好，今日呢個分享咧就到呢度。咁中意呢條片咧記得 like 同 follow 呢個 channel，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riend 同 IG 得閒同我傾下偈。好，下次再見。